亲啊，今仔日也是真热，气象局再度对台湾本岛发布着高温的警戒，尤其是花莲继续来到红色的灯号，讲今仔日是飙到39度，都爱到拜五东半部甲西半部，这个轨道会来到西北风，才会当小可来解除这个火烧波。你的背有干过吗？要带几件来换才够？带3件。为什么能撑得下去？为什么？因为喜欢呢，喜欢跳舞。喜欢跳舞。这种天，敢若青春的热情比日头更烧热。昨24号有37个人受到热伤害，总共有556个人。拜一日头游玩真毒，台湾本岛除了新竹市气象局拢发布高温警戒，尤其花莲市红色灯号高温38度以上，真有可能超过40度。相传新竹市会当逃过太阳神的对杀。一个是它的区块是比较小一点的，再来是它比较是靠近海边的部分。那在我们台湾比较明显高温会出现的区域，一个是盆地地区，像大台北地区，那再来就是像纵谷、花东纵谷，再来就是近山区这几个地方，一个是偏属于内陆，再来就是呢，它是缺乏一些风力的调节、风向的调节，所以整个高温就容易淤积在里面哦。这种天出门无野用伞，转去都要用靠山帮。气象局讲明仔开始会较好，西半部开始有轨道雷阵雨。29号拜五到礼拜，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，西半部侪分到好天，轨道有雷阵雨，雨大地当冷静一下。比较偏礼拜五之后到礼拜日，甚至在中南部的平地、西半部的平地以及东半部的山区、近山区部分，都开始有一些午后热对有下雨的几率。若无这个日台为了雨粉鸟会当坐，就无想要骑；会当飞嘛，无想要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